也是我希望可以为所有不同年龄层的女孩子发声。每个人生的不同的阶段，有爱情，有失去，有期待，还有未来。那我的专辑里面有我的故事，也有你们的故事。这是我出道第11年，在我心里，其实我一直非常非常希望可以发一张全台的专辑。那很谢谢公司终于让我做到这件事情，然后完成我的梦想。其实我想要发台语专辑，因为我跟我的家人沟通其实都是用台语。那我很希望让他们听见跟看见我所有的一切经历，跟想要告诉他们的故事。就是拍主视觉的时候，不知道我也突然间就是宏宇哥就是作词的人，因为他歌词真的写得很美，然后很感人。那他突然就走过来跟我说：“我们不要悲伤哦，天哪，我们现在要拍开心，然后很幸福的样子。”然后我就幸福开心，其实反而是你表现得很开心无所谓的样子，然后更让人心疼，然后更难过。所以那天就哇，一听到宏宇哥讲完之后，就哇，完全不能自我，这样就哭个不停。我一直觉得我台语不错，然后一直到进了录音室之后，陈子龙老师每一首歌都把我琢磨，然后雕到我有点崩溃。特别是我这张专辑里面有4首我自己写的词，比如说心来必比，我本来就念心来必比，然后他就说秘密，就是很像好像要闭口，就我其实都大部分都是被琢磨在闭口音。但我觉得沈老师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他能录二节的专辑录那么多年，所以他真的是非常专业。所以呢，这张专辑录完了之后，希望你可以听一下我的咬字有没有很标准。阮的长头发，千做地头早，查某人的心，上分袂堪的脚。